影像性暴力案件是逐檔攏咧增加，即馬根據衛福部的統計，今年這受害者申訴案件呢是比前年還佫加46%。民間團體是認為講，這影像性暴力呢是牽涉到個資、塑料，還佫有軍隊等等的狀況，這款暴力是直直安尼延續落去的。所以，政府呢，就要建立整合機制，嘛着強化第一線這偵查的能力，還佫有骹手，莫互受害者一個人去面對。這影片存在網絡上多久？當下真的只有一片空白。這是受害者透過聲音站出來，甲社會講出家己受到性影像暴力的遭遇。這種性暴力的代誌是真正發生。根據衛福部的統計，今年受理的受害者申訴案平均呢增加46%。114年的這樣子的一個數據是1521人去做這樣的申訴。那這個申訴的部分可以比較在113年多了，其實481人，也就是多了暴增了46%左右這樣子的一個就是一個申訴的人數。民團講。影像性暴力會為有計劃的偷翕、騷擾、跟蹤等等，形成性暴力連鎖體，互傷害一直擴大。不過受害者要求助，煞找無管道。學者建議政府要參考韓國的做法，設一站式的服務中心，整合法律、醫療、心理資源，互受害者討救兵的時免死給狀。被害人一個人必須去面對，去下架，去派出所，去法院出庭，去找社工，去找心理諮商。被害人他必須一個一個的去面對。詐欺案件都快要拖垮我們60-70%的人力了哈，所以我們希望在人力配置的方面也可以增廣警力跟專業輔助人力哈，確保面對海量數位證據時不再孤軍奮戰。那在第一線檢察官講，目前案件常常會牽涉到無共行為人甲下關係的問題，呼籲政府唔來強化第一線人員的科技偵查能力，嘛要擴大人員的配置，才能打擊性影像暴力的犯罪，守護人民的安全。記者郭金勇、王志光台北報道。